花莲地当主要搜救任务已经结束啊，也那这个任务当中，也阁有一阵辛苦的搜救犬，看伫咧放沙了的喙石顶悬咧救人，嘛有热心的民众咧问讲，是安怎无爱互因穿鞋咧？野犬人员嘛解释讲，狗的骹步是会当帮助判断在地状况的，若因穿鞋，颠倒对安全甲救灾拢会真不利。 搜救车一台一台登下屏东馆长周春美超工来迎接。伫公道中心花莲之外搜救任务4工外特殊人员，找到暗时将有登来基地咯。没有什么路啦，但是我们必须就是要把所有的路径找出来。对，受困的半跑步这样吗？就是慢跑，因为你不能慢慢的啊，你会怕随时石头砸下来。 捌伫北北风灾时，甲部落青年协助上百位民众走出来来兵团，即摆伫灾区爱受伤游客走到安全的所在。强烈地震了后，各地消防、特殊人员随赶来花莲，也搁拼命救灾，毋那人也有遮个搜救狗仔。米娅是第一次，因为他现在才3岁半，也是他第一次坐那个军机去救灾。高雄出动的4只搜救狗仔内底，8岁 Roger 上侪岁。 伊找到伫个石头甲石头棚内底来回一直找，找到高东部队罹难者。看这搜救狗仔伫个石头顶边一直行一直找，有民众好奇，乃无爱互这狗仔穿鞋啊。专家指出，国内无适合高强度训练搜救狗仔所穿的鞋啊，凊彩穿反倒当增加受伤风险。林肯员是讲，狗仔脚掌袂遐小，并且行较会使。瓦砾崩塌的地方，它是非常需要抓地力，尤其是萨卡党这个崩塌的地形的话。 如果他有穿鞋子的话，他甚至没有办法探知，这个地方到底是安全或是不安全。任务完毕。各县市消防队119队高雄市长陈其迈初7下晡也来迎接结束任务的特殊人员，为搜救狗仔送礼物，感谢这消防搜救人员甲搜救狗仔，伫灾难内底真勇敢来抢救每一条的性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